新竹县有一间做过来中心，进前发生照护员在体质拄出事无偌久的婴仔界换着珠仔时阵呢，故意对骹甲伊掠起来，安尼变做倒头仔方式，害这养婴仔面拢甲乌青。后来这婴仔爸母调监视器，才发现讲这款苦毒的情形。目前这名照护员已经放死透露啊。照护员准备替婴仔换着珠仔，毋过毋是用双手抱，颠倒是干那用一只手颠倒头掠骹的方式，就甲婴仔掠起来。粗鲁的手段，爸爸妈妈看到电眼画面，实在真唔甘阁受气。直接用脚去抓婴儿的这个部分，直接抱起来，然后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呢，还有倒掉婴儿的状况，所以当下他们是非常的生气哈。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后就已经解雇这一个员工，该名员工，然后并强化督导的那个照顾员，那还有加强训练。照顾员所涉及的那个法律责任哈，目前我们就是由检察机关这边依法去侦办中。代志发生在去年12月，这个照护员目前失去头路，县政府目照违反医效法，罚款6万块。依照护理的那个法第23条之一的规定，每年都要定期来做督导考核，民众的一个陈情、一个反应我们也会立即来查办。都会依规来处理。议员指出，目前的做未来中心管理制度无完善，尤其是中央边干4年才一摆，结果目睭公布合格也是无合格。希望中央会使修正边干制度，让爸母更加安心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